四球馆的馆长，包括四球迄块管理员，包括四球因遐个主席、代表主席，伊讲迄个个议会主席，伊嘛拢去参加咱伫遐办一个救济，办救济拄啊办400几份的救济，等一个影片可能会秀出，咱人等下看。所以这就是因为咱前进的目标。有一日当中，我去到一个道亲啊，迄个哪有求道啦但是咱拢叫做地哥林的，地哥林就是讲伊做，伊毋是伊人做地哥啦，毋是这个意思啦伊说你卖地哥啊，你听无？地哥鱼啊，你卖地哥啊，咱拢叫地哥林的啦。推哥啦推哥鱼啊，但是咱拢叫地哥，咱这嘛拢叫地哥鱼尔，嘛无叫地哥鱼啊。几个咧叫地哥鱼啊，我叫地哥鱼啊，敢毋是安尼拢叫安尼尔所以迄个时阵，因为咱互学，阮太太老婆子去到伊因为伊当时带我迄年去伊带入阿根廷，迄阵阿根廷当中因为阿根廷有大乱，所以呢，伊阿根廷结束了，伊就走到泰国。伊才甲我讲一句话，伊讲帮你，我带几年来到泰国，暂时放弃阿根廷，你到近了几年，我做监。就简单讲起来，因为伊的事业也嘛做了真成就，伊讲伊做成就安尼啊。但是我做比较思考一下，我今仔日你思考成就遮好事业，你楼啊迄个要几十楼的，你的推高机卖了遮尔啊成就，你泰国又搁哩大商会馆内底当中捌做会长，副会长，做会长，敢捌做伙，而遐嘛知名度真好。但是我含你当时含你同迄个时间啦，但是我若要含你比讲，即间厝少偌紧嘛，我无；要甲你比讲钱遮济嘛，我嘛无。但是我要甲你比啦，我毋免甲你比，我家己知影咯，知影啦，我家己行目标。所以当中，因为咱伫泰国已经行过27年的岁月，但是咱万国中道义，咱有4球的中道义。咱有千万中道义，咱包括有昆梦的中道义，咱各位节日若有时间，咱来泰国行行，这咱家己的所在。所以这叫做咱认清咱家己的目标，咱毋免甲人比，咱知影咱的理想。但是我请问各位，第二年虽然讲有这个钱，就参像德里莎修、贾博士先生，有这个钱，但是因为我去无咧做事业，拢咧开钱。若毋是咧各位扶持，我自早就倒啊，是我参加一个乞食，但是我请参加德里莎修女安尼做比喻，但是人生的目标是要靠伊。第二年的所谈是拢因为即个来享受，但是咱所做的，伫泰国受到泰国高度甲你肯定。人生的价值毋是咧讲金钱济较济，毋是咧拼你的财产济较济。济较少，是咧，譬如讲，你伫这个世间，你伫这个社会，你伫这个人类内底当中，你付出了偌济，你做偌济代志，替众生、替人类做偌济代志。今日咱一贯道，伫这个社会，不管是一个反共反战，你想迄两日啊，今年人报纸人看出，因两个翁某放弃着伊个人的事业，甲伊的事业交代，互伊囝儿的实现。因两个翁某带去青岛，咧创啥？去青岛咧推动读经，去推动道务，而遐发光发热伊的生命。所以呢，咱今日一定要了解，你今日前进的目标是毋是正确？我甲恁各位讲，恁的目标是绝对正确，恁的方向是绝对正确。希望你今日伫修办道内底当中，一定要坚强，人讲脚进嘴，死而何以？人是活哩到最后一口气，毋是半途而废。你来听一句话，人是活到脚进嘴，是活哩最后一口气，毋是半途而废。咱伫修办道内底当中，半途而废有可惜无？半途而废是足可惜的物件，所以这引动咱真正咱的目标，咱可以修到办道当中。
曾经嘛，足侪来灰心啊，灰心啥样？灰心对家己啊，有灰心啊，就是讲今仔日行这条路真啊真辛苦，所以咧，我想感受咧，时阵老大讲迄句话，无论心多慌，路多长，修多苦，半多难。哦，过程无论你心多慌，你路偌长，你修偌艰苦，你办偌困难，过程是心的跨度，是心的跨度。只要你跨出属灵的脚步，只要你跨出宿命的脚步，前面一定有出路。你跨出属灵的脚步，前面就会有出路。真正，咱师尊老大人讲安尼，绝对无毋对。所以希望讲今日咱大家，行到咱生命最后一口气，这叫做咱今日的目标：自我探索甲照顾。自我探索的家己，探索自己。咱要探索别人很简单，要探索自己很困难。咱有法照顾咱家己有无？咱照顾咱家己足困难的。要照顾别人足简单的，你敢知影？我来做一个作比喻，你一个人有法照顾你这家伙啊？你这家伙有法照顾你一个人无？甚至你家己有法照顾你家己有无？你无可能你家己照顾你，你有法照顾你的思想有无？有法照顾你的情绪有无？有法照顾你的心态变化有无？你有法照顾你家己有无？那是句话讲，心念转而弯，生命就无限宽。你的生命你要怎么转弯？你有法照顾你这个转的处有无？然后我两家举手往看卖，你家管理甲做势，但是因为咱人生拢活哩浮浮沉沉，咱人生拢活哩坎坎坷坷。咱拢活哩一种我唔甘愿，敢是安尼？咱今仔日，这个就是你活动家己照顾你家己。所以你对你的囝牺牲奉献，你的囝安怎甲你母，安怎甲你宠，你都拢无要紧，伊若安怎讲，你我怎照顾这家伙啊？是安怎？你甘愿？甘愿安怎？甘愿付出，甘愿为你付出，甘愿为你牺牲。但是你到尾啊，一直了一个唔甘愿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，迄个唔甘愿就是你的情绪的反应。但是你有法管理迄个情绪唔甘愿的反应有无？有法度无？唔是简单，我绝对无骗。但是咱修到自我探索、自我探索，我就是要家己照顾我家己这个情绪的反应，要安抚我这个情绪的反应。啊，无你想到尾啊，你会唔甘愿，唔甘愿，对别人甘愿，对你家己唔甘愿。那安尼有可惜无？足可惜，增长你关怀的能量，因为爱继续付出，你的能量一直付出，一直奉献。那安尼当中呢，你家己能量起来，你的智慧就光芒，你的智慧就光芒。人生的目标，咱符合有几个甲咱做比喻。岁月是有限，慧命是无穷。咱的岁月啊是有限，咱的慧命是无穷。什么叫做岁月？各位，时间到，人讲青山是常见千里秋啊，世上罕见是必岁人啊。岁月到哦，袂袂惨就袂惨哦。像我这个时阵到吼，真正嘛手扶着摸，身体开始爱食药就爱食药，到了一个时阵袂用劲，阮那来讨厌无聊。这拢是袂惨的物件，岁月这是一个有限的物件。但是咱的慧命，什么叫做慧命？是你自性的慧命，就是智慧之命，这叫做无价。所以人讲，今日短暂的岁月，要安怎样创造你生命的价值？生命因为你有限的岁月内底当中，不断自我革新，成就辉煌。参照一丛变幻的榕树啊、树啊，生立在路边，一直不断的修剪，才会成就伊的价值。岁月是有限，慧命是无穷。各位，你这丛树啊，你若甲下日，这个壳仔内底，你若甲伊在壳仔内底，伊这丛树啊，伊的空间有大无？
伊个空间住伫这后仔内底，咱拢足侪看伫咧盆栽轮栽话，在伫内底。哦，你若用一个较大，伊活力即个较大；用一个较小活，即叫做生命活力空间，即叫伊跨度。看你个栽伫对一个所在，伊是成就了伊迄个环境。各位姐妹，咱即个慧命，咱即个生命，咱你甲栽伫对，你甲栽伫你家己足狭隘的空间内底，生活伫一个足狭隘你听无？足小空间内底，你活出嘛是一个足矮的空间。哦，你若甲用伫一个较宽空间内底，你生活伫一个真宽空间内底。所以这叫做哪？这看你安怎去下入你家己的位。今日，咱每一个人用咱的慧命，用咱的慧命甲下入咱今日道场内底，咱这个空间，迄叫做无量大。只要你去发挥。只要你按照使命的脚步，前面一定有出路。咱师尊老师应该讲，人生你要家己下入一个足适当的位，你唔通家己做个玩玩，你听无？唔通家己佚佗了去，因为岁月迄是你这个时阵是你的机会。当你今仔日袂行的时阵，目睭袂看的时阵，当你今仔日开始无法度人利用的时阵，你的机会已经别人的啊，已经机会毋是你的啊。当你即个机会时阵，你安怎会看、会走、会从、会讲的时阵，这叫做你的机会。那你要怎把你的机会，这叫做你的发球权，你的发球权。咱今日你的机会若无去了后，你要讲啥物拢无落去嘛？迄叫做错失机会。那你今日当中呢，你伫短暂的岁月，免啊创造你生命的价值。生命因为在有限的岁月，你不断去革新你自己，你的成就会大。各位姐妹，参像一张树啊，一张青啊树，你甲栽伫路边，这张路边的内底当中呢，因为随时你看到不长眼，唔过这张树啊，这张青啊，你若去甲剪、甲修剪。甲修剪了一只椅，厝有好土，牛大马后后到一点咧12时车上，你凊彩甲先互形成一个形体起来，这张树仔价值就走出来。现在讲，伊这叫做艺术，人就要走去树啊，这张青啊，这张树仔边仔遐翕相啊，这张树仔伊若感觉互较无价值，无我人一定甲乌出甲去，伊讲大只叫做电路，咱人生。是要来遮做艺术，还是要来遮定路？有在你家己选择。如果你今日你人生若要来这个所在做定路，那上天会感觉讲，你的时间已经到了，会邀你去了，你倒来，然后大遮定路倒来。但是你人生若不断该相信你家己，我阿做做落去，我因为今日随时，我阿做是口气人讲话，倒做好，倒对倒是。我就会当替上天来讲话，上天一定继续甲你留。所以你一定要了解，咱家己生命价值伫这个所在，所以咱不断地建立形成一个真正有价值。